記協係一個冇認受性、冇公信力嘅團體。據報咧，今次參選嘅全部都係外媒或者係所謂一啲嘅自由媒體或者係網媒，連一個咧香港主流傳媒嘅人都冇。咁點樣可以叫得做香港記者協會呢？另外咧，呢個記者協會唔單止係唔去公佈參選人嘅名，而選咗出嚟咧，嗰個名單亦都唔公佈嘅。咁嘅黑箱作業嘅情況底下，如何有一個嘅認受性呢？另外，記協劣跡斑斑。我哋睇翻喺2019年黑暴嘅時間呢，記協為呢啲暴徒係護航，立場偏頗，同埋佢嘅成員呢亦都係屢屢犯法。喺黎智英案件入邊呢，記協亦都係立場偏頗，一直係誤導公眾，宣稱呢係黎智英係為咗捍衛新聞自由而身陷囹圄。但係大家如果有睇過審訊嘅話，就好清楚睇到成件事，黎智英就係勾結外國勢力去危害國家安全。法官都指出咗啦，其實呢個係同新聞自由呢係完全無關嘅。另外呢，我想講講有關一啲團體呢係濫用職工會嘅名稱，從事係同一啲職工會無關嘅一啲嘅行為呢，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一定會係依法調查、依法追究。喺度我想警告所有人，無論你係用乜嘢嘅名稱、乜嘢嘅幌子，係想從事危害國家安全、勾結外部勢力或者係顛覆國家政權嘅話呢，我會話俾你聽，我一定會釘死你，後果自負。